區巡迴工作坊嘅導師，我個名叫做阿蛋。咁咧而家呢一度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下培正中學2年班嘅同學嘅作品。咁咧呢班同學咧都係第一次去接觸呢個觸感藝術嘅。咁咧喺過程體會中咧，佢哋體會好多唔同物質嗰個粗滑啦、冷暖啦，或者一啲吉啦、一啲唔同質感嘅感覺。咁咧就透過呢啲感覺咧，刺激佢哋嘅想像力。咁咧呢個主題咧就係、透過佢隻眼睛點樣去睇出邊嘅世界。咁就我哋都係期望呢一個活動咧，可以令到佢哋打開自己嘅心。咁咧係多啲去關心社區唔同需要嘅社群，同埋係反思翻自己個生命嘅意義。